咱吟第一节甲第四节。 咱过来看338首，愿我为哪听你。 338首，愿我为哪听你，我主基督，咱吟第一节就好。来，愿我为哪听你，我主基督，为了基督。 请咱闭眼心来礼拜。
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慈爱永永伫地。为着耶和华的慈爱，甲伊对世间人所行的奇事，愿人拢学落伊。信诗第58首，天下万国众人着听。信诗第58首，天下万国众人着听。会众请起立。请游园徛伫同齐来恭读新的改编，请。恁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耶沙亲像是讲，恁着听厝比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以新的改编互你，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伊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交读启应文第38篇，伫生死后壁面。信息启应文第38篇。我说书会讲人甲天使经语。我说书做先知。我说书有招庇的信，到夜来移山。我说书尽所有的来尽济，搁献我的身躯互火烧。人来是交宽容慈悲，
无行见效的事，无求家己的利益。无欢喜不已，死甲真理三甲欢喜。仁爱永远袂无去。因为咱所知的无完全，做先知的也无完全。我做囡仔时，讲话亲像囡仔，意见亲像囡仔。因为咱当对镜在看，朦朦无明。我当所在无完全。现今所存的，就是信、望、仁爱这三项。同心压头来祈祷。创造万美的大主宰，听阮的阿爸爸上帝，但愿正今日诚心来到你的面前，谦卑拍拜。你是阿尔法，你是欧米伽，你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你创造万美，掌管万事。阮众人要伫你面前降服，学录你的名，感谢你的祝福。互阮会当有份参与伫今仔日的聚会，甲众圣徒同心敬拜，享受甲主同在的甜蜜，圣神交通的喜乐，甲主集体做伙欢喜。主啊，阮的心幸无恁，因为你用你的丰盛的慈爱疼阮，因为你对阮无限的疼，互阮的心神对日常无用的生活压力当中。得到真正的透放甲安慰，因为你疼阮，互阮心神对你来得到满足，愿照法度疼阮周围的人。主啊，你就是道路、真理甲生命。愿你的疼甲稳定常常甲阮同在，互阮的生命活出基督的疼，互阮众人对阮的生命来认捌耶稣，知影阮是你尽忠的仆人。亲爱的主，阮感谢你差遣圣神甲阮同在，常常伫阮上需要主的时，提醒阮就爱甲主相甲同行。阮承认伫阮的生活当中，有时因为骄傲，我靠人，毋是我靠主，甚至无合着你的心意来行，得到犯罪来得罪你。恳求主亲自赦免阮一切不义甲无信心。主啊，有时我因为每日过着平凡、真样无变化的生活，渐渐失去当初信主迄种为主火热好势的心。因为贫惰轻看你对阮的呼召，阮做信徒的本分，就是爱透过每一日读经、祈祷，奉献阮家己，行公义、好人民，每日甲主同行。主啊，为着即个，我要搁一摆来审查家己认罪悔改，为着阮逐人家己所做啊无教业的所在，求主亲自来帮赞，求圣神搁一摆感动阮。今仔是台南新下伊奉献主日，愿咱透过今仔日特别的聚会，透过考随进牧师的信息，主阮男声视听上。美妙搁水的歌声，互阮搁一摆得到新的气力，火热服侍主，享受伫主听内面的甜蜜，继续传扬福音，做伙起造上帝国，抛走天路。亲爱的主，即是正今日伫你面前点真，愿主赐予以下的时间，互无论是讲的、唱的，也是听的，拢对上帝无限的听甲智慧来得到信心。鼓励甲帮赞，
阮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免。学祷时间交互祝阮人声四通唱。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很久没有来了，看到都是认识的。从人有历史以来，都是活在水的边边。大陆有黄河，有长江，台北也有淡水河。神给他的选民一个约旦河，又长又深的约旦河。我们带给各位的第一首是一首黑人灵歌。黑人比较会把灵魂唱出来，台湾的卡拉 OK 不会，所以我们试试看。我们第一首带给各位的是黑人灵歌《Deep River》。咱常常通过祈祷、读圣经，也是吟诗，有时是会读这个台北的诗篇，来甲上帝亲近。甲上帝亲近，甲上帝亲近的时阵，咱常常会表达咱的感情，有一首诗歌用唱的有首诗歌来讲讲主啊主啊，请你会记得我，因为你伫天顶为阮已备办一个。一个永远大的所在，甲咱三角来伫即个天顶有一个大的所在，迄个已经离开迄个幽闷的世界，所以伊会讲主啊主啊，请你会记得我，毋通袂记得我所以这首诗歌拄落的就接下来阮就用这首来甲大家来亲近上帝。
I got home in glory land that outshines the sun. Hallelujah. I got home in glory land that outshines the sun. I got home in glory land that outshines the sun. Way beyond the blue. Do Lord, oh do Lord, oh do remember me. Oh do Lord, oh do Lord, oh do remember me. Remember, do Lord, oh do Lord, oh do remember me. Way beyond the blue. I took Jesus as my Savior, you take him to hallelujah. I took Jesus as my Savior, you take him to hallelujah. I took Jesus as my Savior, you take him to way beyond the blue. Do Lord, oh do remember me. Oh do Lord, oh do Lord, oh do remember me. Remember, do Lord, oh do remember me. Way beyond the blue. 感谢咱声四清唱，足水的歌声，我拄仔目睭闭起来，感觉刚刚来到国家音乐厅的感官，足水的，愿因的献诗献予上帝，诚做芳芳的者。好，这是咱做伙来读今日的圣经。 伫就部后壁面嘛有吼，大家请来，我来读。我中台语我都念吼，我先读台语的。伫罗马书第12章第11节，唔通偏捧，甚至就日行继续服侍主。中文我再读一遍，罗马书12章11节。 殷勤不可懒惰，要邻里火热，常常服事主。进度，会列时间交予考随静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有这个机会当来到咱家吼，因为今仔日是台南新航医的纪念主日。 哦，看到我熟悉的人哦，很多人在这里啦哈。蓝什么姿势？右哈，迄个右很引诱人哈，都不知道该读什么，唔知要读什么音啦，安尼吼。嘿，所以吼，伊拄则甲我问讲吼，我会考随静会随便读啦吼。嘿，我从来唔知影讲，我会瑞正的瑞会诚做一个阻碍安尼啦吼。我去无共款的教会吼。 师傅拢较紧张问讲无我的瑞到底怎么读这样吼？结果就是随啦吼，随书的随吼，随风的随安尼。其实随吼，日文是瑞士是迷之后嘛吼，迷之迄个水吼，刚有唱到蓝色吼，约旦河吼那个蓝色，我想到我的名字还蛮水的吼，好所以咱台语华语听得懂吗？ 可以接受吗？也可以啦，吼，嘿啊，今天真的很高兴哈，当恭逢其时哈，我们知影今仔日哈，我昨天有看到了哈，主恩男生四重唱，因今日可能拢是用阿卡贝拉在唱啦吼，我感觉实在是真水的一个服侍吼，因的声也实在是真水吼，亲像咱的幼师共款吼，讲的共款吼，亲像伫。 音乐厅吼，伫享受共款啦吼，我感觉迄人林哥吼就是真趣味啦吼，
受苦的黑人吼，因安怎去表达出因的信用吼？这是真趣味一件事啦吼，真趣味一件事吼。所以咱等者当搁较有好的享受吼，伫咱的音乐的中间啦吼。当然知影讲因要来，早知影讲因要来唱，我应该吼，互因唱较济首的安尼啦吼，我来享受就好吼，好吼。所以吼，我的时间一定有真大的压力啦吼。来。今仔日吼，咱的以前牧师吼去民权教会，我是对民权教会来的吼。知影民权教会伫倒一搭无？知影啦吼，我今仔日对大边啊吼坐捷运来遮就到啊吼。以前牧师嘛是共款吼，对咱中山吼坐到大坪林安尼啦吼。其实伊就是民权教会出身的长老吼。所以吼，伊想讲足久吼做牧师了后无去甲民权的会友吼请安一下，所以吼就去吼借即个机会因请安吼，因请安啦吼，也互因知影讲伊即马牧会的状况吼。我感觉这是真好的一个交流啦吼。所以我今仔日就有即个机会来到咱的中间。其实伫遮我嘛足熟大家啦吼，大家应该对我也不陌生吧？好啦，没关系，陌生也没关系，等下就熟起来了。好，因为我们要有那个火热的心，对不对？好，我们要有火热的心啦。好，确实是这样哈。真正哈，无论如何，我感觉这是上帝定定的日子哈，嘛是上帝真好的安排啦哈。互我会当来到咱的中间哈，伫这个男生合唱团哈，这个四部和声啦吼，四重唱吼，四重唱的这个一起服侍啦吼，一起服侍吼，我感觉真好吼。也感谢咱建成教会吼，对伫咱台南新行医的即个关心、带导甲奉献吼。以前牧师进前是伫民权信主，然后伊做执事、做长老，后来就是姊妹牧师先去读新行医了，所以姊妹牧师就是我的同学。好，姊妹牧师就是我的同学，总是我较老啦吼，我较老。恁知影我即马几岁无？唔知影，已经超过我的年次了吼。我是56年次的吼，已经超过年次，所以我是已经58岁了吼，58岁啊吼。时间吼要好好把握这样吼。好，所以吼，后来吼，姊妹牧师吼，我甲一起牧师，我拢。同齐吼，伫即个新行医受造就啦吼。我也看见讲，确实，即个世代需要搁较济的传教者来传福音来做见证吼。这是未来的传道者因伫新行医受造就吼，这的学生、这的学校确实拢需要你甲我的带导甲奉献吼。特别咱看见因对伫即块土地、对伫宣教的热情。吼，搁较需要咱大来支持，吼，所以要请咱继续关心咱的新行医，无论是玉山新行医，无论是台湾新行医，还是台南新行医，吼，咱拢爱边边关心，吼，也愿上帝纪念咱对伫咱新行医的即个疼痛，吼，即马咱要来看今年的即个因所拍的即个请安的影片，吼，咱来看一下，互咱会当较知影因的状况，好无？吼，咱小看一下，吼。这是因真水的校园啦吼。南新新行医是因新的这个立案的学校。历代的即个院长，
妹以及关心台南新人医的兄弟大家平安。真感谢上帝台南新人医对1869年创设到今年已经150几档，过去有真侪人的努力奉献，让这间学校会当继续成长。做一个培养传教者甲社会福音工作者的一个场所。搁一摆甲大家感谢过去的关心、带导甲奉献，嘛毋望将来日子嘛继续得到咱的关心、支持、带导甲奉献。多谢大家。好，咱来祈祷。主啊，感谢你，出伫你的恩典、疼痛甲美好的安排，互阮会当自己伫遮来敬拜你、来学乐你，也来服侍你，也互阮有份伫台南神学院的各种的事工顶面，会当参与、支持、奉献甲带导。愿恳求你的圣神临在，开启阮的心，也加添阮智慧，互阮会当搁较明白圣经的真理。阮安尼的恳求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看到咱拢有读摕纸本的圣经啦吼，搁有现信息，我觉真好吼。所以若是用 PPT 实在真家叫啦吼。总是我无炸道具，所以爱先看一下吼。如果大家敢若较无惯势，会当家摕掉袂要紧啦吼。好，我们来看一下第1章的图吼。要来考大家啦吼，这是什么款的水果？请问这是什么？百香果啦吼，现在百香果很多品种对吧吼？请问为什么好做百香果 ？Passion 对不对 ？Passion fruits 对吼所以好做百香果安尼。好，有人叫伊什么？除了百香果，还有什么名？哈？四季果吼，为什么好做四季果？因为敢若时钟共款对无？有看到无？伊的花敢若时钟，所以时钟花开出来的花好做四季果，好做四季果吼，安尼啦吼，嘿，所以吼，伊足侪名的吼，有人讲伊亲像鸡卵啦，所以好做鸡卵花，吼鸡卵果安尼啦吼，好，所以吼，时钟花这类花其实伊。学名上面有学名叫做西番莲花、西番莲花，有听过吗？它其实是西番莲花那呢，为什么这个水果这个花无共款的花，时钟花也好，鸡卵花也好西番莲花为什么结的果子叫做百香果？百香果台语怎么讲？讲不出来，对不对？没有台语，对，好，我是读日文的啦，所以我知影伊是对日文来的因为 passion fruits， 对不对？好 ，passion，
passion fruits， 所以是 passion， 咱就会懂。你就想讲伊是百香嘛，对吧？吼，就叫做百香果了。所以吼，passion fruits 就是百香果，所以伊叫做百香果安尼啦吼。啊，所以咱来看伊的花吼，你感觉伊亲像啥物？有亲像时钟无？真成啦，所以咱叫伊时钟花是时价果吼，这是真。时钟甲时价有啥物差别？时钟的日文叫做时价，叫做時計，汉字写成实际，所以咱讲叫做实际安尼啦吼。嘿，譬如讲飞机的台语怎么讲？哈？飞行机吗？飞行机吗？唔是飞机吗？确实是飞行机对无？为什么加一个零啊？为什么？唔知影吼，我甲恁讲，嘛是受日本的影响。日本的飞机叫做飞行机，叫做飛行機，所以飛行機的飞行机，咱就用台语来读，叫做飞行机，行走音器叫做飞行机。安尼知影无？知影吼，所以日本真趣味，啦吼。好，咱感觉即个花吼，亲像时钟对无吼？总是啊吼，有人感觉伊毋是时钟，有人感觉讲伊是主耶稣的受难。哦，足特别的对无吼？这有啥物关联吼？啊，即个人是啥物人？伊是400多年前，吼，伊是一个宣教师，伊去南非传教的时吼，伊伫路中吼看到即种花，对伊来讲是头一遍看到的花，吼啊，所以吼，头一遍看到的花吼，毋知这是啥物花吼？这是啥物花？这个是什么花？知道吗？不知道，这是石榴。石榴的现经吼做虾榴，所以虾榴毋是番石榴，石榴跟番石榴不一样。好，为什么讲这个？因为我有一次搞错了。虾榴是石榴，吼，番石榴是芭乐，吼，无共款。恁拢知影吗？知影啦，吼，嘿，好，咱来看吼，为什么吼伊会联想着讲啊，这是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的牺牲，吼，伊就想讲耶稣基督为了疼咱，要拯救咱，所以伊甘愿为咱受难。所以这就是这类花的名的来源，叫做 Passion Flower， 是这位传教士所号的名，吼 Passion Flower， 吼，直接翻译就是伊毋是热情花，伊是啥物花？伊是受难花，吼，伊的内心吼，因为伊要去宣告，伊期待遐个原住民，南非的原住民安怎会当认捌主耶稣，详细会当接受即个救恩。吼，咱来看为什么伊会想讲，上一页为什么伊会想起是基督的受难呢？吼，这是它的分解啦，吼，它有那个在这边5根雄蕊、雌蕊是耶稣的伤，雄蕊跟雌蕊在哪里？在那个脂肪柱上面啊，吼，雄蕊跟雌蕊，看不到对不对？我没标注出来，有哈。雌雄蕊哈啊，这个考倒我了，为什么？因为它的雄蕊跟雌蕊是在一起的，一个是上面，一个在下面的哈，所以我就直接写雄蕊跟雌蕊哈。嘿，这是雄蕊跟雌蕊哈，代表什么？伊想起的是耶稣所受的伤，然后上中遐从上面看是十字架，吼，脂肪柱就是十字架啊，3根柱头就是钉耶稣的钉啊，吼，铁钉啊，安尼吼。啊，它的副冠吼，副冠在哪里？很漂亮的副冠吼，我们说的时钟吼，就亲像是耶稣顶面的滴在头壳顶的气片会免流，然后伊的纹图就是5个花瓣跟5个花萼安尼啊，当然是12个，总是伊敢若5，伊甲讲迄是纹图围类伫主耶稣边啊嘛吼，这说得通吧吼？然后啊吼，会酸甜对无？知影百香果看过树藤吗？它会酸甜，伊就讲，迄是耶稣的边拍耶稣的迄个边安尼，吼。毋知你是毋是？我讲了，你会当理解这位宣教师的想法无？嘛真有道理对无？吼，
我感觉伊会安尼受，乃是因为伊对伫伊的信仰真有热情，真有热情。吼，伊整个的心思意念拢投入伫伊的信仰的中间，所以当伊看见一个新的物件的时，伊就真自然甲伊的内心所想、所感觉上重要的代志结连做伙。吼，伊感觉主耶稣会救赎恩典，对伊来讲就是一种上深刻的经历，是一件上重要的事。吼。伊也讲，我即马要做的代志是传福音，吼，所以伊就甲伊联想起来，吼，伊就袂想讲，迄是一个事情，迄是耶稣的受难，吼。请问咱咧，咱敢会有即款的联想咧？如果咱对伫咱所看见这物件无在意，你的心是冷淡的，就算讲摕到你的面前，你嘛可能无任何的感觉。你看拢无想要看，你搁较无可能有任何的联想吼。如果你无想要唱歌，你敢会去组一个合唱团？你敢会加入去男声顶面？无可能，迄一定爱有真大的热情，甲会想要去做。我毋知影咱的男生四重唱有花多少时间练习吗？40档，这有热情无？非常有热情啦吼，但是我好烦吼，我们最前辈吼，头发都白了吼，我是没头发可以白啦吼。总是吼，我感觉会真自然吼，欣赏吼，会当对你有兴趣的代志吼，用热情吼去做吼，迄是人生一个真大的享受，敢毋是咧？我感觉是安尼，是安尼吼，所以要找到我们的热情所在哈。找不到的话，就跟你讲吼，来传福音啦，吼，来传福音安尼吼。好，咱来看吼 ，patient flower 的迄个 patient 其实有两个意思啦吼，一个就是咱较知影的迄个热情 patient 吼，我们常唱歌要充满 patient 那个 patient， 是激情，是热爱，吼，这就是 patient 的意思。第二个就是拄则讲的啦，吼，已经偷偷泄了底，就是受难、受难吼。patient 嘛是受难的意思啊，吼所以咱即马伫受难周内面，毋是受难周，咱即个大灾节期内面对无？第5礼拜啊，吼，第5礼拜啊，吼下礼拜就是受难日，吼，张受主日安尼啦，吼。好，有看过这部电影吗？耶稣受难记，好，最后的激情，好，非常的写实，对不对？撼动人心，吼，对哦。以后做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到底是主的受难，还是主的热情？中国、香港所翻译拢无共款，总是我讲咱翻译的上好，咱有将即个甲伊翻译出来，有翻到什么受难，吼，伊的翻译就是受难记，最后的激情，吼，最后的激情。这部片大家拢看过，等下伊咧讲啥对无？吼，伊讲起耶稣基督伫伊最后人生最后的12点钟，老师都没有看到这边，最后的12点钟所发生的代志。好，这12点钟所发生的代志都不是好受的事情，好，拢是受难的经历，拢是受难的经历。好，所以咱来想，为什么主耶稣甘愿为咱受遐尔大的痛苦，受遐尔济的折磨？下礼拜是受难周会开始啦，吼。我就是轮到我插花，所以我要做一个边市的免流，我要做一个荆棘冠冕，我已经开始去想要做安怎做迄个荆棘冠冕。恁知影要安怎编迄个荆棘冠冕无？唔知影，用9重葛的树枝就可以做成那个荆棘冠冕。你可以发现9重葛你们家有种吗？9重葛老了之后会长刺，对，就是把那个裁下来编成一个冠冕这样我想要用那个来表达用那个来表达耶稣的受难。所以耶稣伊是从第一个边市的免流地咯，一直老废你看那个就是这样子迄个像就是安尼所以这12点钟其实是伊受苦的一个经历，是一个受苦的经历伊甘愿为咱受苦，是因为伊疼咱到一个程度，激励到
到一个程度，就诚做一种的热情。吼，所以即个热情诚做伊表达伊听的一种的方式，也变做伊对待咱的一种态度。吼，伊对咱的听就是一种的热情，是一种满腹火热的听。所以安怎听到牺牲家己的性命，伊嘛甘愿。吼，伊即种的听，即种听的表达，也一定是伊最后一定会行的一条路安尼。啊，咱来看。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是罗马书12章11节，对无？罗马书是啥物人写的？保罗嘛，伊对伫罗马的教会是伊创设的吗？伊是开设的吗？毋是，伊对伫罗马的教会完全拢无熟悉，总是伊就写罗马书福音安尼啦吼。好，罗马书的作者就是保罗。咱拢知影，当伊亲身拄着主了后，伊的性命就产生极大的变化，180度的变化。伊对伫压迫基督徒的法利赛派的犹太教徒，变做一个啥物人？基督徒，而且是一个充满热情、用火热的心在传基督的基督徒。相信咱对伫伊传基督、传福音的热情。迄个热情，咱拢体会会到啦，因为伊写遐尔济批，咱拢会当看到吼。伊看重的是啥物？伊看重的是福音的事工，吼。伊看重这个事工，赢过家己的性命，赢过家己的性命。吼，伊因所努力的目标就是诚做主的奴仆，诚做主的工人，互主来使用。伊信主了后，伊就掠耶稣基督做模范，伊学习基督的听。为着基督的缘故，伊甘愿放下一切，甚至牺牲家己的性命，也拢无要紧。吼，咱真学的去想象甲体会着伊所遭受的各种的苦难，互鞭拍，然后沉咧水海内面，吼受真济的痛苦、受压迫，吼伊心灵拢受着折磨。伊甘愿做这个，拢是因为伊对信仰有热情。有火热，互伊就甘愿忍受这个痛苦。伊为着主的缘故，伊拢安怎欢喜做，甘愿受。好，最后伊确实安怎为着耶稣来顺道，敢毋是咧？伊是安怎死的？恁知影无？伊安怎死的？哦，这样子砍头，吼，为什么伊被斩头，毋是被钉十字架？为什么？因为伊有罗马公民的身份，罗马公民袂当被钉十字架，所以伊只好被斩头。总是伊就安尼来顺道，这就是军地主真正基督徒因的心灵状态，因对伫信仰的态度就是心火热，充满热情。总是是毋是所有的基督徒拢真心听主，拢对主？对这个信仰充满热情咧，并毋是哦。吼，伫启示录有记载主对这间教会的称赞甲责备，最后一封是写予老底嘉教会的批。这间教会真特别，因为这间教会是唯一无受到任何称赞的教会。每个教会都有褒有贬，唯独这个教会没有得到任何的主的称赞。吼，伊会批安尼写，伊讲：我知你的所做，你是无冷无热，我愿你或是冷或是热。你既然拿阮烧，毋正热毋正冷，我要吐你出我的喙。请问，什么叫做拿阮烧？拿阮烧就是拿阮烧，对无？因为我毋知影什么叫做拿阮烧，结果大家拢讲啊，拿阮烧就是无冷嘛无烧。对无？就叫做拿阮烧，敢听过即个台语？啊，有啦吼，有诶人就是较好，真赞吼，有智慧吼，伊就是拿阮烧啦吼，讲伊是拿阮烧安尼啦吼啊，所以啊，咱就知影讲，老底嘉教会吼不冷不热啦，拿阮烧啦吼，是完全无感觉的教会，是无感的教会哦，无感的教会，为什么没有热感也没冷感这样啦吼？啊，什么叫做无感的教会？就是冷淡的教会，吼是主无法度忍受的教会，
是主无法度忍受的教会。因为咱都知影，爱的相反词是什么？那如果不是恨呢？是什么？冷淡，冷淡。冷淡的教会就是无听的教会，等于冷淡，等于没有爱的教会。所以主期待每一间教会拢充满热情，充满爱。伊无爱教会无冷也无热，亲像主对老底甲教会所讲的同款。我愿你或是冷，或是热。这是主对因一个真强烈的期待甲愿望。主愿望因爱安怎？有温度，要有温度，冷嘛好，热嘛好。如果亲像温水同款，无冷也无热，主就要将因安怎？吐出去，真阮教会即马在用现代台语啦，我们今天有用现代台语在读现代台语伫遮翻译做啥物？推出去啦，推啦要将伊推出去总是我想看觅是吐出去，是推出去意思拢共款啦吐是啥物意思？要讲吐就是吐对无？对啦吐毋是好，吐是好吐吐就是吐食歹巴肚就安怎？就想要吐嘛，对无身体真艰苦，很难受，就自然会吐出来。所以老底甲教会伊无冷也无热，互主感觉安怎？真难受，很难受。就该叫我就是要吐出来就要把它吐出来所以上帝其实无爱咱不冷不热，伊期太阳望咱安怎会当火热起来。会当火热起来，恁感觉我有火热无？有热情无？有啦因为我真有热情，所以要甲恁讲一个好笑的事啦有一天我伫网络上看到说要洗冷水澡，然后洗冷水澡对身体非常好安尼然后我就开始洗冷水澡所以大概一两个月一两个月洗完热水之后，再洗一次冷水，把身体全部冲干、冲凉，这样真趣味啦真趣味。所以有什么新的事物我都会想去尝试你可能觉得不太可思议，对不对？我甲阮的松年讲无需安尼做是甲恁分享尔，恁千万唔通安尼学恁若安怎唔通讲是我甲恁讲的缘故啦我们要那个心血管，那个心脏的承受力要很强你那个热水完又冷水，那心脏的压力很大，所以不一定每个人都可以做啦。我想讲，我可以试试看增加自己的身体健康安尼啦这是温度啊，有无共款拄则讲到有冷有热一定爱有冷嘛，爱有热安尼唔通无任何的感觉这是毋是上帝爱咱做的啦伊期待咱的呢，就是会当火热起来你可能会想。为什么老底甲教会会互上帝讲甲安尼，讲因无冷也无热，因到底因的表现是怎样？咱来看啦因为老底甲教会人因讲安怎？讲我是好家，我已经发财，我拢无欠亏。这上帝听到一定足生气的对无因安怎？因讲，阮的物质生活足丰盛富足，阮拢无欠亏。所以阮足满足的。我嘛真满意安尼，所以阮家己好好享受就好啊。阮毋免伫别人的需要顶面看见家己的责任，这是因对因信仰的认为。总是咱看见即个问题伫倒伫搭，因只看重安怎今生即个今生啦、属世啦只看重财富、地位，只看重肉体的享受。也确实啦，因所看重的拢已经安怎，拢已经得到啊，所以理所当然安怎，毋免阁努力拍拼，只要好好享受就会使，敢毋是咧？毋是啦，毋是讲起来因讲阮足好起来，无啥物欠亏，总是安怎？因就亲像活的死人共款，他们就是行尸走肉，因是真自私的，因就是家己好就好，无管别人安怎。所以主安怎讲因？因讲阮就好起来，总是主安怎讲因？主讲毋知影讲恁竟然毋知影讲恁是困苦，是可怜，是送凶，是凄迷，是疼痛。你们不知道自己多么悲惨可怜吗？你是贫穷、瞎眼又赤身肉体的。
所以罗迪亚教会无受到称赞，因上大的问题是啥物？就是只看到家己物质的丰盛，因无发觉到家己伫精神顶面、伫信仰顶面是悲惨的，是困苦的，是可怜的，是丧乡的，是凄迷的，是痛体的。也就是讲，因只看重世间的一切，因看袂到将来天国的福气。这最重要的。为什么最重要的？因为我们的男生四重唱今天都在讲来生，都在讲天国的事，那是最有福气的事，是大家要在意的事。因看袂到天国的福气，所以因就无任何努力的目标甲动机。我安尼就好啊。因袂去想讲我要爱怎样去疼上帝，去疼人，因也无有任何的行动。这种的信仰就是无冷无热的信仰。所以咱会当讲，因得到拉伦修病啦，温水病，他们是得到一个温水病的一个教会，他们泡在一个真舒适、真安逸的这个按摩浴缸内面，因什么拢不管，只管享受。只是因唔知影讲这是一种病，这是一种病。因也无理解讲，这种病是安怎？是真严重的病，是会爱人性命的病。因为这种病是上帝无介意的，因最后会得到真严格的审判。所以咱看见罗迪加教会遮尔啊世人担心，总是我感觉足遗憾的是，即马犹原有真侪教会、真侪信徒共款。拢得到温水病，因对伫现况真满足，因感觉真享受，因对伫信仰无冷也无热，因也无愿意去追求，因无迄个属灵的眼光看见属天的即个价值，因只想要因的肉体得到满足。来教会只知影要享受，毋知影要改变，只想要得到，无愿意付出，就活伫家己的舒适圈内面。就好好享受，伊感觉安尼就够劲。总是安尼真正有够吗？安尼敢好？毋知影讲你感觉咱家己，还是讲咱的教会，甲罗迪加教会有几分的参像？上帝无爱咱亲像罗迪加教会共款，无冷无热，伊期待咱安怎？伊望咱安怎会当火热起来，会当火热起来。保罗嘛讲，因为今仔日是看的是保罗所写的讲，不要懒惰，要努力工作，以火热的心侍奉主。所以那个饼多啦，懒惰的台语叫做什么？饼多。我们今天的私会，帅哥读错对不对？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的人都会犯错。合作饼端，因为那个饼端大家都不认识，那个字也很难读实在很难想象它就是饼端这样子啊。饼端是知道意思吧？饼端啦那个汉字很难写，很难懂这样不用管它，不用管它。所以那个蓝执事不要内疚好。讲论温困唔通饼端，论心志就热热，论主就服侍。咱的现代台语就是唔通饼端，心志就热心，继续服侍主。所以简单几句要来甲大家分享这段经文安尼啦因为咱知影罗迪加教会的无冷无热，其实就是一种的饼端，伊就是饼端。饼端唔那是指灵性方面的散漫。饼端也包括咱伫实践基督信仰时的迄个冷淡，以及无够积极。饼端会互咱失去进入天国的机会。咱讲10个童女的比喻为什么他们没有准备灯跟油这嘛是一种的饼端，老实讲所以保罗提醒咱唔通饼端，唔通无冷无热，爱温困专注伫上帝国的事工顶面。唔通倒地爱徛起来，唔通拄久爱警醒，爱掌握时机，付出行动，然后尽心尽力遵守上帝的旨意，完成伊交托予咱的责任甲大使命。知影大使命是啥物无？
传福音，互万民听，招因来做主的门徒嘛，大使命。啊，大诫命是啥物？彼此相听，咱今仔日所读的吼，彼此相听，对。所以咱爱实践大诫命，完成大使命，咱就爱对神底先火热起来。我感觉这是一件上重要的事。吼，我们如果没有热情，我不相信你们会维持40年。能够维持4年，真是让我敬佩，吼，让我敬佩这样。所以咱爱有迄个热情，心爱火热，吼，咱就会当安怎温困做工来服侍主。而且迄个有心还是无心，吼，你的心是毋是火热？其实甲咱服侍的效果有真大的关系啦，知道吗？那个果效是很大，跟你有没有热忱啊？吼，你说4部那个。尾声到底要几拍？好，你会不会在意那个音高有没有掉下来？如果你有那个火热的心，你会去在意，然后去把它练好，绝对是这样。好，你的琴也是一样啊，哈。如果你有热情服侍，你就会事情到的时候时间到了才开始练弹，这样哈。那是我其实很不能够接受的一件事啦，哈。不论你多熟了，你总是要熟练一下，因为那是在服侍，它是一个服侍，安尼啦吼。好啊，所以咱爱温困吼，服侍你的心火热，吼，确实甲你的这个服侍的果效真有关系。最后讲一件事就好啦吼。保罗讲爱安怎？要以火热的心侍奉主啦吼，的心志着热情，继续服侍主对无？吼，论心志着。热热论主着服侍，迄个主，我是要跟大家提醒，吼，咱心内火热甲温困的目标是服侍主，心内火热甲温困的对象是啥物人？是主，毋是咱家己，是主，毋是咱家己。这足重要的，因为我看中的是，毋是我看中的啦吼，讲看中太骄傲了，服侍的动机足重要的。你爱清楚你服侍的对象到底是主还是你？有即寡人因心真火热，真有热情，总是因热心服侍的动机是错误的。有的人是出于自私，伊想要伫服侍的中间得到家己的利益。你想讲服侍会当得到什么款的利益？是啊，有什么款的利益当得到？有哦，足侪利益当得到哦。可能你伫服侍的中间想要得到别人的懊恼。想要得到人的懊恼，想要证明家己有即个才调，你想要得到成就感，还是讲你其实就是在刷存在感而已？这动机拢是毋对的，因为你好亲像是参与伫服侍主的事工顶面，实际上你是伫服侍家己，你只是伫满足家己的私欲尔。咱来知影上帝是监察咱内心的一位上帝，咱的心内火热，必须要出伫听上帝的缘故，以及追求的是上帝的荣耀，这足重要的吼。咱会将服侍的重点放伫主上关心、上注重的代志顶面，因为咱的主才是咱的主人，咱是伊的奴仆，咱爱遵照伊的意思甲命令来行，这才是服侍的意义，这才是服侍的意义。咱袂当高估家己，超过咱的主人。我感觉是信心的感动，因为今仔日男声4重唱，他们唱了《Do Lord》，吼，会当帮助我搁较，互咱了解吼 Lord 的意思 ，Lord 是什么意思？主对不对 ？Lord 是主，所以 Lord 是我们的主人，对不对？是我们的主人 ，Lord 是主人，那我们就是主的谁？仆人哦，或是工人哦，对不对？可是啊 ，Lord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你们知道吗 ？Lord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好，歌词这样写 ：Do Lord, oh do Lord， 好，他们爱 do 啊，好奇怪。Oh do remember me， 要记得我。I took Jesus as my Savior. You take him too。好，你也必须要把它认为是什么 ？Jesus as my Savior， 这非常的重要哈。主是我们的救主，好，我们领受这个恩典，所以
主是咱的救主吼，咱领受这个恩典，袂当干那享受伫恩典的中间尔。咱来知影这个 Savior 也是我们的 Lord， 是咱性命的主。吼，咱是的奴仆，咱就是爱高举伊，袂当高举家己。所以拄则为什么甲大家讲爱温群吼，继续服侍主的这个意思就是，吼，咱爱尊主最大，咱服侍毋是家己，乃是主。吼，所以最后期待咱会当用火热的心，温群来服侍主。吼，袂当搁倒伫家己的舒适圈内面，伫享受迄个俗世的快乐。吼，你袂当无冷无热对主冷淡，因为拄则讲，主是咱的 Savior， 是咱的救主以外，也是咱的 Lord， 是咱性命的主，是疼的主，是充满热情的主。吼，伊为着要救赎咱，伊甘愿牺牲家己的性命，伊会受咱，就是伊热情上高的表现。既然咱领受到即份遮尔长阔关心的疼，咱也共款爱用共款的热情，用火热的心来回应，来服侍主，也安怎？也哪来哪听主？愿咱的服侍，好特别也愿咱四重唱的服侍，好继续下去，坚持，好，我觉得太棒了。愿咱伫各角落，吼，咱所做每一项服侍，拢充满 passion， 充满热情，亲像百香果共款，香气十足，吼，芳开十足，滋味丰富，然后安怎得到主的感纳甲欢喜？咱同齐来祈祷。主，阮感谢你，感谢你遮尔疼阮，甚至为阮牺牲性命。感谢你诚做阮的救主，也诚做阮性命的主人。愿要哪来哪听你，也意爱诚做你的奴仆，为你做工，用火热的心温群服侍你。愿咱的感谢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感谢牧师的信息。这时时间继续交予兰遮四重唱。规本圣经若是要找一节经文来解说，唔知你会想到想到多几节那格里汉牧师的一生曾经有超过1亿人听过他现场的布道他大概讲这节经文就讲超过1万次，在1万次的布道会里面，他都使用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的3章16节我们这个合唱团在一起唱歌已经超过40年，我们唱台语的诗歌，唱英语的诗歌，也唱国语的诗歌。可是有一首台语的诗歌我们非常喜欢，就是下面我们要演唱给你们听的《约翰福音3章16节》，上帝疼世人。上帝疼世间，疼世间人，受死伊独是心受死独身惊，听通世间受死伊，受死伊独身惊，受死伊独身心惊，受死伊独身心惊。伊若是伊的人，伊若是伊的人，伊若是伊的人，是伊的人。免定论，免定论，话得着永远活命。话得着永远活命，话得着永远，话得着永远活命，话得活命，永远的活命，永远的活命。话得着永远活命，话得着永远活命，
永远的活命，永远的活命，为得着永远活命，为得着永远活命，你若信伊的人就免沉沦。为得着永远活命，为得着永远活命，伊若信的人就免沉沦，为得着永远活命。为得着永远活命。约翰福音14章第3节讲：我若去是要甲恁避难所在，我若甲恁避难所在，就要过来接纳恁归伫我。互我所伫地的，恁也伫遐。主所予咱的应允，主要过来，主必再来。最后一首。那日将是何等奇妙光彩！主耶稣必要再来，传扬着奇妙信息，歌唱着荣耀诗歌，众人有奇妙应许。主耶稣必要再来，主必再来，主必再来。在早晨或在正午，在晚上或就在眼前，主必再来，主必再来。那日将是何等奇妙光彩！主耶稣必要再来。那日要站在主前，试炼与苦难过去，将荣耀献冕主前。主耶稣必要再来，主必再来，主必再来。在早晨或在正午，在晚上或就在眼前，主必再来，主必再来。那日将是何等奇妙光彩！主耶稣必要再来，再来。主耶稣必要再来，耶稣必要再来。亲像水的歌声，回应诗。第338首，愿我会哪听你，我主基督。信息第338首，愿我会当哪听你，我主基督，会众请起立。
请坐。奉献，请长官的同工。会众请起立。请坐。公道的事项记载伫周报，请为着第一点，愿咱的伫基督听的内面，因群毋通变大，甚至着火的一生服侍主。第二点，为着机体有调用的陈金子、陈王兰、洪前之、陈德明、刘秋敏、庄宝玉、陈丽水、刘淑珍、谢丽慧、胡艺梅、杜昭、陈秀荣、林以若；复健的刘慧忠、李碧莲、张宏龙；肿瘤的黄静茹、李雅娜、陈怡君、郭仁吉、林文成、嘉靖及黄世敏。第三点，为着金文甲叶文海域近期船只反复事件不断，愿主保守台湾甲中国双边会当继续进行有效甲和平的对话。第四点，为着近期的虐童事件，愿主的公义显明，愿政府会当较紧的建立甲落实儿少福利相关的制度，互伊完善。请同心压头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透过
今日柯牧师甲南山四重唱，因歌声甲信息，激励感动阮，继续来跑走天路。恳求主继续看顾阮教会伫病痛、受苦中间的兄弟姊妹，帮助因伫苦难当中，诚做你的话，诚做伊随时的帮助，诚做阮诚做因的喜乐。希望伫患难中，也当对你来学乐甲感谢。主啊，我看到这个世界各地方拢有战争，也是混乱，毋管是乌俄，还是以哈，也是最近中国甲台湾两边紧张的关系。主啊，恳求你来掌权，你来保守这可怜的百姓。主啊，阮也看到最近台湾的虐童事件。主啊，阮看到这个事件嘛真毋甘，一个细囝因为安尼，还得到足无公义的对待。主啊，愿你的公义显明，反正阮台湾的政府毋那是掠人出来定罪，反正阮的政府来思考安怎样来建立一个更较完全的制度。主啊，阮相信伫你的手中，伫你的掌权，你的保守。这一切拢会来得到改变。这是阮要做伙用主所教示阮的主祷文，同心祈祷讲：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负阮的人。无伫传阮入日市，着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报告，伫报告的大声，今日有真侪新朋友甲足侪人来到我们的教会哦，所以大声我请郑梅长老。好，这边来长老来介绍，阮今仔日甲阮参加聚会牧师。因为我要介绍是因为今仔日有特别的来宾吼，就是之前嘛捌来咱建成教会啦吼，是为美国来的新学院的系统性学教授吼，因为迄阵我嘛捌伫咧学校读书，伊是我老甲夏达里牧师甲周欢兰牧师来，请这两位，进前都来这两位牧师。他们两位哈，请这夏牧师吼，伊干了讲免得就中文啦吼，伊是教主拢讲中文，但是伊即马出美国听讲季牧师吼是做第二摆学生伫韩国30几冬吼，31年吼，所以伊是季牧师那去延安牧师跟他去那边有在做他第2次的学生哈，做盖多来留学，虽然季牧师留学韩国哈，虽然怎样哈，然后所以跟夏牧师有很好的关系哈。因为今仔日夏达里牧师跟周欢兰，周老师是我的老师哈，记住他教系统神，他是教基督教教育哈。阮那一当的讲实在，就顶礼拜他们真旋风哦，到南北所有的好友老师吼，等于都来见他哦。今天也有很多位我们的校友牧师哦，咱今仔日建成教会应该是同齐牧师来咱中间哦，所以也要印象，咱季牧师咱是拢拢熟悉知影啦吼，来记一下牧师娘啊。然后我知道前面我看到是戴
赖显章牧师吼，咱伊嘛金钟会议长赖显章牧师娘。梅子是我上重视的姐妹哈，因的长老林长老娘哈，长老娘来咱全家，搁我好同事哈，台省的好同事汪静泰牧师素贞姐跟汪静泰牧师哈，他们也是退休，搁有一位就是纽西兰啦哈，纽西兰的。温宏新牧师加洪金丽牧师娘是淑娟以前因的牧师奥克兰长老教会他们也是都来，还有谁？还有对，过来这是咱的会友啦哈，咱的还有林牧师在那对有就拍谁？林牧师，林月贵牧师是我的老师哈，林月贵老师。拍摄哈，老师你拄啊查掉，我无看到你哈，你来管一下。林月贵老师哈，真的很健康哈，他在很多场合我都看得到，伊大条教会等于伊嘛是阮以前信函的老师哈，伊甲周老师是同事，咱搁一位个咱今摆是会友啦。有一位我无看到。好，伊的好，最后是咱的会友，我搁有看到是昨有来是迄个，伊要讲。雅娜姐的姐姐跟二姐夫吼，为巴西回来哈，介绍一下。我的牧师朋友拢是一家吼，有诚济，咱会后欢迎老的咱教会哦，我们建成，我们有爱哈，我们有请你们吃爱餐，我们教会真的很热忱的欢迎你们，有温度哦哈。来，请继续和咱的为长老来介绍四重唱。好来，先介绍来宾啦吼。今日四重唱有一寡迄个粉丝团来了。再来，对后壁迄三个吼，来曼宁姐妹吼，辉珠姐妹、圣珍姐妹，站起来，我来甲你谢谢吼。这种教会姊妹啦吼，有内湖浸信会西塔教会，内湖西塔浸信会，台北的是。那个什么教会？台北基督徒教会。后来过来头前，那个方志理事长，好来，一起。好，请坐。他是一起中华圣乐促进会的理事长哈，方志哈。华恩堂的接受，接受，即马接受。后来好，还有无介绍到无？无啦哈。OK， 好来。有青牛团哦，要紧啦，来啦，你带你介绍。好，这是林长老娘吼，城中教会吼，好来，咱先四重唱起立，出来加啦，出来，老伙仔。对上老的开始介绍上少年。你又看卖，我74了，这个偌济你知道？84，加我10岁，所以自少年，你唔係唱40年，你唱50年啊！過來第二老的，你啦，這文學，恁拄有唱到，迄個就是這個，只大水雞，這台灣的足大隻的水雞，林敏漢長老。伊其實嘛是中立較早來教會的傳道人啦，吼，傳道人，過來這個吼，林志和長老吼，中央教會，唔是中央教會吼，林長老，過來，無啦，我上尾，我免介紹，這個 Houston 的西區教會吼，喺美國無會。這邊拄辦結單，就今日嘛是拄講伊愛轉去啊，無通啊，佫唱吼。所以拜今日，咱會知影講今日大家講是人主日，佫有足濟牧師要來。上帝感謝主，互咱佇遮用詩歌聽上帝話來佇遮三個敬拜，足歡喜的吼。伊叫做黃義民吼，這上少年50幾，60啊，60啊，我都唔知家己歲數。這個就比較上少年嘅，這個是華恩堂嘅接受吼，個高國斌，
60岁以下，这加起来400多岁。这个手啊什么礼金唔知，上帝啊。OK， 那这个是 first tenor 吼，第一男高音，这两位拢是第一男高音，我两位是第二男高音，这个是男中音，这个是男低大贝斯吼，你有听到？安尼好啦吼，安尼还有一个。走。太水啊！就想要搁继续听落。报告吼，我则要来报告。教会消息，咱第一点，本主日是台南新下义奉献主日，感谢民权教会柯牧师所带来的信息。阮教会做伙即马拍博啊，甲牧师鼓励一下，谢谢。感谢牧师。请大家继续为台南新下义来奉献。第二点，本主日感谢朱恩南城四重唱的特别献诗，愿主赐福带领因美好的服侍，慢慢共款拍婆啊，感谢因今仔日遮水的奉献。好，第三点，请各团契会长吼，最迟伫本主日将一期的聚会的内容交互英姐。第四点，下主日要颁发奖学金，请家长来注意。第五点，
4月7号要举行清明联合追思礼拜，采登记制，请大家来注意登记的时间。团契消息第1点，3月23号就是后礼拜六，上年团契举办春季旅游，参加者请伫迄天的上午7点，伫教会集合出发。教界消息，3月29号拜五暗时7点半，台北中会中区教会举行耶稣受难联合圣餐礼拜，地点伫大稻埕教会，请共同参与圣会，纪念耶稣退休的恩典。最后，奉献的名册若是有错的漏交，请干事来订正。上营信息第511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因是煞，请牧师祝祷。会众请起立。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天命恩典慈悲，赐耶上帝创主大好，行咱亲像行你，行咱亲像行你，真是愿你。咱也是上帝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甲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袂倒避讳。